到 New York 鑽石街啦，大家睇到咧就，其實大家睇到一樓咧就係好少嘅一部分，佢主要係二樓啊，樓上先係大公司，你喺樓下見到嗰啲都係公司細公司。嗱，呢個係 New York 鑽石街啦，好。大概2007年嘅時候，我哋喺76號呢度都有個鋪頭㗎，呢度入邊啊，2007年10幾年喎。因為後期咧就係、依家唔同喎。以前我哋喺呢度有個好。嗱，你呢度條街咧，你睇落平平無奇。美東嘅所有珠寶嘅集散地喺度。譬如如果你附近做生意嘅人咧，因為你要配嘢，好多警察啦，當然因為珠寶係同價值有關啊嘛，你必須有咁多警察喺度。呢度好多配件嘅公司咧，各種唔同嘅公司。依個網紅公司啊，依個我見佢成日喺度拍網紅、拍視頻啊。依個因為市場嘅改變，所有嘅珠寶，我見到有好多大公司啊，即係有一間我哋識咗好多年嘅，都喺佢成個building都有啊，即係咁大，成個building都係佢嘅咁大嘅公司都要轉型，要通過網上嚟賣。OK， 所以依家我哋都通過。好似呢度咧55街，呢啲叫 exchange。2樓咧有啲係專門賣工具嘅，有啲專賣盒嘅，各種各樣。呢啲我即係喺呢條街行過咧都好多。嗱，好似依間係專門賣手錶嘅啊。呢個你配石頭，但係如果你配粒石咧，即係點解我哋有啲jewelry 好平嘅？咁因為如果你一粒咁去買咧，好貴嘅啊！就係有時即係我哋有 close finding， 即係你要買嗱，你配呢啲配條鏈啊，配條全部買 setting 嘅呢啲都好貴嘅，所以就你真正需要嘅時候要買嘅嘢咧就好貴嘅。所以點解我成日好中意講一句話就係、你去揾嘅嘢。你要揾就好貴，如果佢嚟揾你，啲嘢就平。所以我哋好多時有好多 close out 啦。咁咧嚟到呢度咧就第一站先去 GIA 啦，OK。因為每個星期都去 GIA， 即係各種各樣個鋪頭喺呢度都有啦。主要係最有實力嘅公司一定喺2樓㗎，因為有啲好大。喺1樓咧多數都係零售，如果批發多數都喺2樓㗎啦，OK。嗱 ，Palm Shop。即係賣金啊乜嘢，所以我每個星期都要嚟一次。我哋去 GIA， 沒有人特意拍你的，他們不給拍。OK，就這樣。